接近10年了，差不多有10來年啦，2到3年嘅呢個合作基礎。我同騰訊 Cloud 合作咗已經1年多啦，3個月左右。係完美2個字，功能齊全吧。我覺得佢哋好多元化嘅，非常的專業和靠譜的。1個字勁。我主要就係同騰訊 Cloud 嘅 AI agent 合作，佢哋嘅後邊嘅平台嘅支援係俾我好大嘅信心同埋一個專業嘅精神。我們目前合作主要是在 TRTC 這塊。我們在接入騰訊 TRTC 過程中呢，騰訊的技術團隊非常給力啊，深入我們技術團隊跟我們合作，不僅滿足了我們的業務，也推進了 TRTC 的一些技術升級。同騰訊雲嘅合作非常唔錯，尤其是係我哋嘅一啲商務經理啊，佢會經常咁聯繫我啊，會提供一啲騰訊上邊嘅一啲基礎設施啊，例如話一啲基礎嘅功能啊，或者係同我一齊溝通下技術嘅解決方案啊，非常 OK 嘅騰訊。同騰訊合作冇耐，咁都 feel 到騰訊嘅各方面啲成員咧都好有 heart，咁回覆速度肯定係快嘅，同埋準確。咁我覺得咁樣 part 大家先至會行得越嚟越耐，越嚟越好。希望騰訊雲在海外層面的話，可以越做越好，跟我們有更多的一些合作。其實我哋因為自己本身公司咧都係有好幾個 area 嘅，咁我哋除咗喺cloud 或者 hybrid cloud 嘅 infrastructure、cyber security 同 application 都有好多嘅 service and solution 嘅 offering 啦。咁所以騰訊係一個咁大嘅 platform 咧，其實我哋喺希望喺呢幾個 foundation 裏面都再 build up 我哋自己嘅 expertise。咁希望 leverage 到騰訊嘅 resource 同埋佢哋一啲嘅 support 俾我哋。咁我哋希望喺呢3個 area嗰度咧都有多啲嘅發展。未來喺國際化身上咧，不過我而家喺香港嘅公司咧，亦都會有同騰訊喺未來嘅一個國際化，譬如話喺泰國啊，或者係越南地區啊嘅一啲 token 上嘅一啲合作啊，或者係 AI 上邊一啲基於 LLM 嘅一啲合作啦，係咯。Play well with Tencent Cloud. With Tencent Cloud. With Tencent Cloud. Play well with Tencent Cloud. Play well with Tencent Cloud. Play well with Tencent Cloud.